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8月19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周其仁的一个报告。这个周其仁很多人都知道他是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咱们节目也介绍过好几次周其仁老师的这个文章那么这次介绍的呢是周其仁教授在这个2025年财新夏季峰会上的一个演讲，标题这个演讲的主旨叫大变局的未来机会。什么是大变局呢？他说就是全球竞争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其中比较根本的是美国的变化，决定时代结局的是看似不起眼的普通人物发现并抓住新机会。这个是根据周其仁教授在这个峰会上的演讲整理的这么一个文章，咱们一起看看他讲的什么大变局，什么机会。他文章说他说不管有无准备，我们都必须面对大变局。何谓大变局？是不是可以说大变局就是全球竞争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其中比较根本的是美国的变化。他说因为美国的变化对全球有重要的影响，对中国的发展有特别重要的影响。中国走上和平发展改革开放之路，离不开在冷战终结前后中美关系从对抗转趋缓和，中国抓住了当时全球变局带来的历史机遇。这段历史很多人都知道虽然现在有很多人比如那个正能量还有加德老师他们否认这些或者叫掩盖这些对吧？但是历史就是历史。1978年10月说中美两国还没有建交，时任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受命带队中国科协代表团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达成关于派遣留学生的11项口头谅解。1978年年底，首批中国留学生抵达美国。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是100年后是吧？再一次派留学生到美国，对吧？最早留学生到美国应该是18多少年吧，鸦片战争之后就是庚子赔款以后我说的是公费1979年1月，这份口头谅解协议在邓小平访美时正式签署。1979年7月，中美在北京达成双方互享贸易最惠国待遇协议，两国市场互相开放。虽然还需要年度审议，但不论多少风风雨雨，中美贸易互惠协议一直延续，直到2000年美国承认中国为永久最惠国。此后中国也正式加入 WTO。1992年10月，华晨中国就是 CBA 在纽交所挂牌，发行500万普通股，每股招股价16美元。说这个500万股普通股被超额认购85倍，募资7000多万美元。上市首日，该股股价晋升25%。你要知道那是中国在美国发的第一只股票。这个周教授说他说我翻看过那份招股书，封面上用小字披露风险。招股书上面要披露这个股票的要详细披露它的风险。那这个股票上封面是怎么披露风险的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包括公司所在国度曾发生过文化大革命，私人财产可遭没收，也就是私人财产不受保护。也就是这个股票那风险是非常大的。即便这样，在美国还是遭到了叫追捧1988年，这个我自己第一次访问美国，是受中国留美经济学会邀请，和其他几位一起向留学生介绍国内改革发展情况。去了才知道，美国大学已有如此之多的中国留学生。次年说机缘巧合，我得以到美国几所大学访问，然后进入这个加利福尼亚大学什么洛杉矶分校读书。当时我在国内薪酬不可能负担得起到美国访学的费用，都靠争取美国大学给外国学者学生的奖学金。说当时个人感官，山姆大叔富裕和发达不在话下，还很慷慨。当时接触到不少美国人，一般都没有那种看不起穷地方人的坏毛病。周其仁教授说他事后看20世纪90年代是美国战后的巅峰时刻，就是自1945年以来，美苏争霸的历史以苏联垮台、美国完胜而终结。问题是美国走到顶峰之后还能干什么？除了回顾来路，自我陶醉一番，剩下恐怕只一条下坡路，叫盛极而衰嘛。逻辑简单，说顶峰终是分水岭，对谁都不例外。咱们中国的老古话叫月满则亏。90后以降，很多人包括一些美国人自己都觉得不认得美国了。2016年
我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看到几篇袖带报道。他这个袖带大概指的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叫什么铁锈区啊，大概这意思啊。他说找了个时间自驾去宾夕法尼亚，求一点现场感受，单见一家巨无霸钢铁公司庞然大物般的机器设备无力拆除，全部锈死在那里。这一点啊，这个大国做的还可以。大国有很多那个过去的那个钢铁基地啊，你拆要花钱，对吧？拆了之后那地方也不知道干啥，因为还有污染啊。总之啊，就是咱们把它搞成一个叫什么博物馆，哎，主要是咱们人多啊。你看那首钢就是的，对吧？首钢已经搬迁到这个曹妃甸，它原来的产区现在就是个大型的一个博物馆、游乐园还是什么。总之你看不到铁锈。还有这个在这个朝阳那个叫大山子啊，反正离望京不远了，那地方什么798，那以前都是工业区啊，现在变成一个什么艺术，对吧？文化一个网红打卡点。我们接着看这周教授的文章啊，他说啊，那可是曾给美国第一艘航空母舰供应过甲板，给旧金山金门大桥供应过桥梁，响当当的王牌公司啊。这类锈点不是一个两个，要连成片才形成锈带这么个经济地理学上的新概念，那就是铁锈区嘛，就是万斯啊，这个美国现任副总统万斯啊，好像就是铁锈区啊成长起来的。说流行之见是美国人工贵，中国人工便宜。说一旦双向市场开放，海量中国商品卖到美国市场，海量美国投资则进入中国，构成铁锈的一个重要成因啊。这个也是让美国再次伟大，对吧？这就是美国的红脖子，他们的观点嘛。万斯不也是这观点嘛？也就是说，他们的工作机会、工作岗位转移到大国来了，所以他们现在这就失落啊，对吧？失去了往日的荣光啊。但是周其仁教授他不这么认为啊，他说一度我也相信这条解释，但反例也不是没有。也就是说，他不一定说这个你的岗位就往这个人工便宜的地方转移。他说那些比美国人均 GDP 和薪资更高出一筹的地方，并没有因为中国经济崛起而经济成锈。他说，比如瑞士，人均 GDP 高达10万美元，工资比美国人还高。前几年我在日内瓦问过，说瑞士失业率只有1%左右，周围几个发达欧洲国家的工人每天跨境来瑞士上班，说那又是个什么道理？说全球化下廉劳，就是廉价劳动力啊，冲击发达经济固然是一方面，但有没有应对冲击的恰当举措？他说更一般的看啊，所有先行工业都面临技术老化如后起之秀的挑战，缺乏有效应对，任谁也担保不了先行者能有长久繁荣。上世纪90年代，上海还有500家传统纺织厂，在浙江、广东等地后发优势冲击之下，大上海纺织工人成批下岗，工厂成批重组。恐怕也很多人都忘了啊，就上个世纪90年代末啊，不光是东北大下岗，上海也经历啊纺织工人大下岗，那都是国企啊。不要说这个90年代啊，上个世纪80年代，我记得我们那个地方也有一个我们叫棉纺厂，一个县好像只有一家，然后那个棉纺厂招工啊，你得家里有人，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农村和叫什么二元结构嘛，农村城市的吧，你去棉纺厂上班，那你就属于工人，已经就脱离了农民身份。上个世纪80年代。但是到了90年代啊，这就黄了。我们接着看这个文章啊，他说当时我参加地方再就业经验调查，这不是无情调整，有情操作啊！出台重组老上海纺织产业政策，重点培训中青年工人转岗再就业，同时发展上海新兴产业，熬过几年才化解难题。说广东不算老工业基地，当开放后形成了工业能力，起步早，落伍也早，要靠一波又一波腾笼才实现一波又一波的换鸟。他说以此看美国，问题并不是老工业项目遭遇新势力冲击，而是经济体系能不能集中应对先发转落后的挑战。说不容易相信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会匮乏到拿不出振兴国内产业那点本金。美国的问题是耗费过多资源维系全球霸权，在世界上摊子铺得太大，分明是个西半球国家，可东半球所有事务他都要插一手，长臂管辖很过瘾，无奈越来越力不
不从心，结果自己国内问题一拖再拖，积重难返，袖带不过是冰山一角，后继的经济社会麻烦越来越离谱。按照周其仁教授这个说法，那似乎咱们就能理解特朗普现在做的这些事，对吧？特朗普又是从欧洲撤军，对吧？又是从那全世界啊，他要撤军，对吧？然后现在要加关税，美国政府要赚钱，对吧？连援助乌克兰的武器都要收钱，对吧？他要解决了国内的问题，让美国再次伟大。2022年疫情结束，我跟企业访学团去硅谷，落地旧金山，中午在联合广场午餐。这是周其仁的回忆啊，他说啊，我不敢相信这是2021年什么 Time Out 评选出来世界最佳城市的市中心是什么个场景呢？他说啊，商店几乎全部关门，仅开几家中餐馆要上木板门窗私下招客，满街无家可归者，说$99以下抢劫皆不入罪，商场酒店唯有关门大吉。还有去年年底洛杉矶发生的2场山火，白石洞民宅遭烧毁啊，其中啊还有一场山火离这个周其仁老师啊当年上学的这个学校啊不过10公里远。他说我的一位教授家住在那里，我发邮件问情况如何，答复是家里烧的只剩一根烟囱。这个洛杉矶大火我记得去年吧还是前年啊，就是在国内这个也是报道的比较多啊，也就是美国就这么强大，对吧？连这个天灾都对付不了。然后就是传言啊，好多中国富人在洛杉矶那儿买了房子全烧了。这个周其仁老师说啊，他说不是说发达经济就不会遇到自然灾祸，但当着全球电视新闻眼，像这个就是洛杉矶这个豪宅区啊，可以连烧9天，消防水龙头里就是没有一滴水，任谁也无计可施，岂不是让人一窥美国社会治理能力的本底颜色？确实啊，让人感觉，对吧？无论是美国联邦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好像都是无能为力。我记得是美国哪个州的州长说过吧，说让大火烧一下，这是什么？是自然规律，烧一下更好。确实你让这个大国的老百姓啊很难理解这一套理论啊。因为咱们已经这个接受了叫什么叫洪水无情人有情，对吧？这个什么的抗震救灾，对吧？然后就是集国家力量，对吧？那都是这个子弟兵所到之处啊，那都是困难的解决，对吧？什么大火山洪都能解决，就这意思啊。结果看到美国，对吧？洛杉矶大火烧了多长时间？是2个月啊，多长时间？很难理解。这个周其仁老师说啊，他说是的，山某大叔越来越力不从心。1945年2战结束之际，美国经济占到世界总量的50%。那是欧洲列强国力在世界大战中被消耗殆尽的结果。战后世界秩序不得不由美国主导。联合国总部在纽约，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华府，美元成为世界首要储备货币。45年后，与美国争霸的苏联垮台，美国成为单一世界超级霸权。虽然那也并不是因为美国最美丽，而只是一众对手相比更丑陋。1990年，美国经济占全球总量之比已降到不足30%，但他要管的世界事务却达到了顶峰。此后看大势，美国越来越力不从心，再走下坡路。说顶峰恰是分水岭，对曾经的山巅灯塔之国，历史是不是照样无情？也是啊，你的经济总量占世界有50%，下滑到30%，但是世界各地都需要美国去维持秩序，就美国管的事越来越多，对吧？那就是入不敷出嘛。2024年美国经济占世界总量多少？26%而已，就是还在下滑。若以平价购买力算，美国占比更低。现在摆在特朗普总统面前2笔大账，他说一笔是1.2万亿美元年度贸易逆差，另一笔是36万亿财政赤字，就是美国国债啊，美债。行家早就尝试说，美国贸易赤字与财政赤字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制度性关联，解决起来牵一发而动全身，除非改弦更张，美国经济无可持续。现实问题是，连自己国内事情都办不妥的，怎么还可以到处伸手管全世界，继续充当1945年到1990年时期形成的全球霸主？说别人不论，美国国内民众会不会答应？
说从旁打量美国优先的含义是美国要把解决自家问题置入优先地位。他说这句口号啊，也不是特朗普总统首创，他说自华盛顿总统告别演说开始，美国政治思潮里就埋下孤立主义的传统倾向。2003年，他说我在耶鲁大学法学院访问，研究美国土地制度严格，也知晓一些校园名人轶事。除了以利息理论名满天下的欧文·费雪教授，让人过目不忘的还有一位道格拉斯·斯图尔特，此人是1940年到1941年耶鲁大学在校本科生，带头掀起反对美国介入和干预欧洲战争的全美政治运动，创立美国优先委员会。虽然说历史啊说大国不免卷入世界事务，但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却是常识级别的治国理念。毕竟美国总统是美国的总统，不是世界总统，更不是人类总统。他如若顾此失彼，发生重大偏差，美国的政治逻辑终究要向传统回摆。如此看天下大事，二战以来的世界格局无以为继。一方面是美国再也撑不住那么一种世界格局，另一方面是美国以外越来越多的其他国家也越来越不接受美国霸权的继续。这个趋势洞若观火，无论理解上有多少不同，但作为趋势性的现象，现实提供的证据几乎无日无之。这个我想就是那个俄罗斯的那个普京的大脑啊，这个叫什么新欧亚学派的这个奠基人杜金啊，他不天天鼓吹是多极化嘛，就是反对美国霸权。这个周其仁教授说啊，不大清楚的是全球变局究竟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新格局，有多种理论推演，其中影响很大的一个就是修昔底德陷阱，那是凭大历史推断未来，但一个在位的老大被后起之秀越追越近时，战争的爆发就不可避免。修昔底德是一位古希腊历史学家，研究古希腊两大城邦之间为什么发生伯罗奔尼撒战争，从中得出上述陷阱之说。当代哈佛大学艾利森教授收集近代以来500年内出现过的16类类似状况，即一个在位强国遭后起之秀追赶，结果发现有12组发生了战争，也就是3/4的发生战争，但还有另外4组幸免，也就是1/4幸免。他说2019年我带了2个问题申请去哈佛访问，其中之一想当面听到艾利森的阐释，不料讲座开篇，教授就说书名是出版商抓眼球之举。什么书呢？那个书的名字就是2017年艾利森出版一本书叫《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也就是中国离美国就是越来越近，那按照这个修昔底德陷阱越来越近，那最后就难免有一战，对吧？而且根据过去的历史经验，3/4那是要干一战的。然后他的书的名字就叫《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然后这个周其仁老师说正好去这个哈佛访问，他就要当面请教这个艾利森。结果艾利森告诉他就是说这个书名是出版商起的，那不就是那这个就是他叫什么？叫标题党就是抓眼球用的。说艾利森教授说他本人研究的重点是为什么那4组国家，就是1/4的国家避免了战争，其中集中阐释中美两国各采取什么战略策略，有望躲开修昔底德陷阱。但是为了这个发行量，对吧？出版商就把他的书改成了一个标题党，中美必有一战。他说不过艾利森教授也没有把握说中美必无一战，也就是中美不可能打一战。他这个艾利森教授他也没这把握。他说像我这个年纪的中国人，青少年时期天天听得战争如革命，轮到大学毕业就一路和平如发展。现在可以说还是和平如发展的时代吗？不好说了。举目四望，地球多地战祸聚起，国家之间解决问题靠战争甚至核战相威胁。说世界又一次站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选择。毕竟在世界经济场上，自1890年后一直雄居第一的美国继续卫冕，看来很不容易。也就是他这个老大当了100多年了，也很难了。说1940年前的世界第一大国近代落伍，而在改革开放后越追越急。若以平价购买力衡量，这个世界货币基金组织早在2014年前就宣布新的世冠诞生。不过听我一句，他说与奥运会大相径庭，现实世界里的政治经济军事竞赛换
冠军伴随换规则、换秩序，这才是现实的全球大变局。2024年10月，人民大学请米尔斯海默来讲美国外交政策。事后看报道，作为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提出者，米尔斯海默讨论地缘冲突的出发点是认定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下，并不存在最高权威可以仲裁国家间的冲突。世界政治的本底逻辑是实力至上，大国为尊。在此环境之中，大国争霸是其中应有之义。从实力分析出发，他认为美国不宜深陷欧洲与中东，应减少全球驻军，把重心放到东亚，因为中国崛起正形成一个可以挑战美国地区性的霸权。这个米尔斯海默啊，他出版了叫《大国政治的悲剧》啊，新增第10章，包括与严学通辩论的精彩记录。这个严学通啊，咱们节目也介绍过啊，说集中尝试上述分析与构想，此君叙事说理，直言不讳而理路清晰，读后有保留之处。他说是我觉得他的现实主义不够彻底，特别对美国战后至今国家状态的深刻变化缺乏立足现实的观察与思考。周其仁说啊，他说我可能有点想当然，要是一代美国精英多到现场看看秀带，多听听，对吧？美国乡下人的悲歌，就是那个万斯写的书啊，那他们是不是更容易回答美国需要更大幅度战略收缩，以真正实现美国优先？他说问题是，即便美国政治潮流向孤立主义回摆，做起来也不容易。独享世界霸权多少年，种种惯性和既得利益支配之下，不是说收缩就收缩得了的。他说有一年在奥斯汀参观约翰逊总统图书馆，这位曾提出伟大社会通过民权法案的第36届美国总统，展示给世人的竟是一副悲情形象。越战拖得他欲罢不能，时任国防部长不断报告，如不继续追加兵力，西方多米诺骨牌将全部倒下，苏联势力将覆盖全部东南亚。结果约翰逊一次又一次决策增兵，到他任期即将结束的1969年1月，派驻越南的美国兵高达54万。越战惨烈史无前例，尽管反战浪潮席卷全美，最后还要拖上好几年。到1975年，美国才以完败结局撤出越战泥潭。这个越战恐怕是美国人啊这个一代人的惨痛记忆啊，最后是以逃跑而这个或者叫接近逃跑，比那个阿富汗撤军还要惨。说当下特朗普总统这波美国优先会不会利落一点？不好说。美国优先并非美国唯一优先事项之外，其他事项也够他忙的。什么是美国的事，什么是与美国分不开的世界之事，界限画不得那么清楚。米尔斯海默也主张美国撤减全球驻军，不过他又画下一道线，绝不能因美国战略收缩留出真空，让其他地区性霸权冒头，将来反噬美国。米是力推离岸平衡手，想来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倘若隔山打牛不见效，要不要开到此岸去呢？这样看，世界老格局翻篇，如新格局成型，变数绝不会小。也这个大家就能理解特朗普为什么要从欧洲撤出来，完了要求欧盟啊，对吧？北约这些国家这个军费，对吧？国防开支要占到 GDP 的3%，先是2%吧，后来涨到3%，现在是2035年要达到5%。这个就好理解了啊。唯可庆幸的是，处在人类命运十字路口，无论走向哪个方向，都离不开要搞经济。战备和战争不但离不开经济支撑，还提供和平年代所没有的对经济的新刺激和新机会。更长远看，战乱和灾祸还可能推动经济重心转移，甚至生成新的经济繁荣。去年财新新加坡论坛，我讲过公元10到14世纪的福建泉州何以在北方游牧与农耕的地缘冲突中，由避祸南下的北方移民创造出一个世界级的海洋贸易中心。类似的故事还有20世纪上半叶惨绝人寰的欧洲世界大战，催生出美国经济超级繁荣。1945年后美苏冷战，世界经济跑出头马，既非美国更非苏联，而是东亚，包括日韩、亚洲四小龙以及后起之秀中国。全球大变局会终结这类故事吗？不会吧。这个周其仁老师认为啊，他说年鉴学派领军人物布劳代尔曾经告诫，越是大时代，越要关注普通人日常生活里遭遇的变化与他们的行为应对。决定时代结局的
使看似不起眼的普通人物发现并抓住了新机会啊！这就是这个周其仁教授啊，在财新2025夏季峰会上的演讲，叫《大变局的未来机会》。哎，把这个周其仁教授的这个演讲啊，通篇看完以后啊，就是我们或许啊，部分的理解这个特朗普现在所作所为。用《红楼梦》上王熙凤说的话，那就是大有大的难处，是吧？美国作为世界老大，对吧？世界排名第一，已经排了100多年了，不就大有大的难处？现在，对吧？有点力不从心，捉襟见肘啊，对吧？这个恐怕也是客观事实啊。天下大势啊，也就是2战以来的世界格局在经受挑战。一方面是美国再也撑不住这个世界格局，也就是它的实力啊，现在在减弱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美国以外的越来越多的其他国家也越来越不接受美国霸权的继续。那是按照周其仁老师的说法啊，那就世界面临着恐怕未来会出现一个新格局，但具体新格局是什么样，有多种理论推演。有没有一种可能，正好这次啊，对吧？俄乌战争啊，旷日持久，对吧？已经坚持了3年半，在这个俄乌战争结束之后啊，对吧？由于俄罗斯无论它是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它已经很难作为一个大国这个存在，也就是它很难作为一极，也就是说它已经被削弱啊，极度削弱，面临的只有崩溃瓦解，对吧？即便它不瓦解，那也是个非常虚弱的存在。而经过这一战呢，欧盟啊，欧洲更加团结，对吧？它不仅整合了这个什么乌克兰，还其他的国家。这欧盟本来啊，跟那个北约是一样的，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前啊，差不多是一天不如一天。要不然英国怎么还退盟了呢？恰恰是普京啊，悍然发动侵略乌克兰的战争，让北约这个脑死亡的活过来了，让欧盟啊现在越来越团结，越来越壮大。所以说啊，这个俄乌冲突一结束，这个世界会不会形成一个新的格局？就是欧洲、美国和大国这种3极，我们拭目以待。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